但市政府全力推动公共运输环境，除了过去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干支线公车，近年来嘛推动照顾偏乡上温度的小黄公车。现在高雄局进一步透过科学分析，将市区公车的路网重新整理，以厝边公车甲都会公车建立完整有效率的服务。现在的市区公车路网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新兴的从化区没有提供服务，那第二个是路线过于弯绕，第三个是路线有些路线呢过于长所以我们透过这次的优化调整呢，我们先服务新兴的从化区提供触屏公车之外，我们会推出另外一个新的识别系统是都会公车。那我们明年开始就会来整并现有的这个公车比较热门的路线呢，来走市区的干道。其中委托嘛亲自到场发表公车路网改善的成果，要将长途甲短途的公车路线需求会当区别，提供市民上方便快速服务，同时有效增加坐公车的人口，希望今年会当突破近1900万。台南市我们公车没有那么密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乘客区分开来，那提供给乘客最便捷、最快速的运输，班次最多的运输，从而提升愿意搭公车的人口。那要有效提升搭公车的人口，就必须要有一些增加，把公车区隔出来，所以各取所需，长途、短途各取所需，那这样才能让搭公车的人口越来越增加。我们希望今年的搭公车的人口能够突破将近1900万，至少能够这样子。那目前去年已经到1700多万了，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搭公车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样才能减少自己开车，减少交通的拥塞，也增加了都会运输节能减碳的一个目标。台南全新的厝边公车901、902两条路线，拢由富城客运公司营运，佮是全新引进的 Model T 电动公车来服务。对11月16号正式上路，比较市区公车的收费，欢迎民众多多利用，减少家己开车，嘛为环保尽一份心力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